那我也没办法。大家好，那也没办法。嗨，大家好。大家安安，大家晚安啊。那个，Hello。我看应该是卡住了。哦哦。哦哦，我先拖一下时间。我现在看不到画面，是正常的吗？哦，是正常的，因为我怕那个它吃掉太多频宽，会让我们已经很糟的网路更糟，所以我就把它关掉了。好，没问题。太好了，那先来跟大家打招呼好了，大家晚安，伊藤绿茶晚安，阿酸晚安，还有苍大叔晚安，跟阿叶晚安，还有 Sandra 晚安。晚安，大家晚安。你好啊，你吃晚餐了没啊？我刚吃饱哦，在开台前大概10分钟吧。太好了，我好像也差不多耶。哦，那希望我们等一下不要打嗝哦。那要收钱呢？对耶，钱给我吐出来！还没打嗝就先收钱了。要啊，要先收啊，这要防患于未然。一个嗝500。对，一个嗝500，要骂人也是一次500这样子。猫猫可爱晚安，伊犁晚安。有人说我们看起来像叔叔与侄女，真的假的？哇，那我们四舍五入是亲戚耶。是没错啦，毕竟刚结老辈，大概。那是不是可以更顺理成章的收钱呢？既然是叔叔与侄女的话，哦，是你跟我要钱哦。不是啊，是我向大家要钱，就毕竟我们是就同一阵线嘛，对不对？哦，我们要那个叫什么？不知道叫什么。我们要有志一同的跟大家索取。对啊，而且你看，今天圣诞夜，明天圣诞节，再过几天就跨年了，元旦了，然后再过一阵子就新年了，所以是不是可以一次把这几个比较重要的节日的红包一起收一收？比如说一个人收1万之类的。哇，真的假的？大家如果真的抖1万的话，我会分一半给阿金。哎，不是，今天要叫你完蛋，今天要叫你什么？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自我介绍哎，哇对不起，我们哇，应该要先让来宾自我介绍的。好大好大牌的来宾哦，初亮相就这样啊！大家好，我是顾刘安。我需要念那个嘛，就是自我介绍 slogan。好啊，你有 slogan 哦？有啊，我临时想到的。哇，太好了！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是顾刘安安。哦，哇！感谢常大叔的750块，真的说给就给。哇！谢谢 SC， 哇！大手笔，哇！感谢大叔，我们的平安夜过得很滋润呢。真的耶！你看平安蛋蛙是什么颜色？红色的，所以 SC 要什么颜色？要红色的。而且你是绿色，我是红色，也很圣诞节，所以红色的。对。虽然我的圣诞袜是彩色的啦。没关系啦，没关系啦。哇，蜀人晚安啊！他说顾刘安，太好。主人安安哦，在平安夜，请刘安来跟大家说安安。哇，好烂哦！谢谢你耶。哇，他骂人了，请大家给他500块。好好笑。我们今天是这样运作的吗？这样也算哦。不是啊，跟大家要钱哪有在讲道理的？哦，那确实耶，那钱给我吐出来。哇，这算骂吗？太直接了吗？不会啊，我只是觉得对大家来说可能是奖励。真的吗？那有被奖励到的都要给钱哦。太好了，一次500，我们有明码标价哦，低于500就是你的问题，你要检讨。对，
你现在有开赞助平台吗？没有，那大家想跟你骂也没办法给钱呢。那就只好给火蛇了啦。谢谢，我又赚到，我又蹭到了。怎么这么好？好，我们好像可以稍微的，就是回到一下主题。好的，好的。对，虽然我自己也每次也都是我很会岔题，但对，是的。我本来想要问你那个字怎么念，但是你很自然的讲出来了。对，这甚至是我们的第一题。对，不过如果有没有听到的朋友，那个字念流，流金的流，台语的读音叫做流。哇，那也跟知道了吗？太好了，你是有特别去查了台语怎么读哦？有，因为我想要让就是华语跟台语都念起来很漂亮，所以有稍微查了一下。哦，所以安尼你刚有法度用台语介绍你家己啊？当然嘛会使，当然嘛会使。大家好，我是顾刘安，我就像大家所看的，我是咧做增加的。阿 Q 阿会骗来做 VTuber。我哪有甲你骗？敢有卖黑白讲？拢是欢喜无吗？甘愿。无算吗？你欢喜甘愿的啦。嘿啦，我欢喜甘愿的啦，嘿啦。嘿啦。毕竟你拢讲啊，你拢讲真开始你目睭已经袂赴啊，无法度啊。嘿，这头已经洗一半。头都已经洗落啊，嘛袂使话走就走呢。嘿啊，好啊，这完全无伫咱迄个原底的题目内底，啊，毋过我真好闲。你敢有拄过人客，就是找你做增加的时阵，是甲你讲台语的？我想一下哦，敢若毋捌呢，因为我接触到的人客拢较少年，大家嘛知影嘛，大部分的少年人拢讲华语较济，讲台语嘛可能听无。哦。毋过我有甲厝内的人做过增加，迄个时阵就是讲台语的。安尼袂歹呢。若是甲你讲台语，敢有犹太？无呢，毕竟店是我开的，我无法度。原来，毋过你会较欢喜吼。嘿，我会较欢喜。欢迎大家。免好，迄个找你做增加讲的尔就对啊。嘿，我做增加讲的尔。讲欢喜的好。这个资料吼，目前就是开放互迄已经知影的人，毋知的人就继续毋知呢。原来是安尼。对。好，我突然忘记我们都会讲中文了。对啊，没关系，等一下反正就是想用哪个语言，我们就随时切来切去。我很好奇，没问题。你是怎么走上这个美甲之路的？是这样讲吗？我第一次，我其实碰过美甲好几次，但是那个时候都没有特别想要往美甲那边走。那个时候比起美甲更喜欢彩妆，然后那个时候也很向往当彩妆师。可是在19岁的时候遇到一个很认真的老师，那个时候才觉得美甲好有趣哦。那我是不是可以试试看，把它当成我的职业规划去走这样？你说的接触很多次是可能是，比如说高中的时候
因为我也是读高职，然后高中的时候就会请一些业界的老师来，就是教我们一些学校必修以外的东西。然后那个时候就有请业界老师来教我们美甲，但那个时候接触美甲就是还好，没什么不觉得特别有趣，或者是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对，哦，诶，所以你说那个很认真的老师，他有没有特别就是做了什么事启发到你啊？还是就是他很认真的老师做什么时候？他就是除了上课时间问的问题，他都一定会回答之外，如果下课了，就是课后的时间，你有问题去找他，他都一定会把你讲到你懂为止。可是有的东西不是用口头讲就可以知道你问题在哪里的，所以他会特别拨时间，请你到那个专业教室去，让1对1教你怎么做。哦，所以是只要你有心想要求教的话，就真的是可以占用老师的时间。没错，哦，而且老师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学校的课纲跟老师自己做出来的东西一定会有出入嘛。所以比如说课纲还没上到那个地方，可是你看到老师做的作品，你想知道怎么做，你也可以自己私底下去问他要怎么做。哦，我们是不是又卡了？天哪，天哪，有听到我刚刚在说什么吗？我听到的最后一句话是，也可以私底下问老师他怎么做。好，那我重讲一次。好，就是学校的课纲跟作品一定会有就是进度上的出入嘛。比如说今天才讲到基础的第2段好了，可是老师的作品可能是进阶的第1段。然后你看到老师的作品，你想学，老师就会就是真的会把时间拨给你，去教你基础第1段的东西。哦，你是说就是就算课纲里完全就是你目前不该学这个，但是只要你想，老师就会哦。对，哦，哇，没错，他是很用心的老师。哦，我先感谢一下 Sandra 赞助了500块，他说他是你的嘎起粉诶。Sandra 是刘安主播的嘎起粉，来向你纳贡了。500块是要你骂他的意思吗？不知道Sandra 的意思是要我骂人吗？也是可以啊。那如果没有特别讲的话，我就不会特别骂，毕竟骂人也是蛮累的。好拽哦！为什么感觉已经骂到了？为什么？没关系，毕竟 Sandra 是你的嘎起粉，我想这样他应该也是有开心啦。我做什么，他都会原谅我的，没错。哦，这就是嘎起粉存在的意义。原来如此，所以普遍养猫养狗的人也算是猫跟狗的嘎起粉吧？可以算吧，毕竟这么溺爱。哇，所以刘安主播，你喜欢养嘎吗？我是不建议啦，但如果要来的话，我也是 OK 啦。就是会被我骂，如果骂不走，那就随便你啊。如果对我性骚扰，我会告你，就是这样子。线下见面，不对，不可以这样哦。不可以冲塔哟，不可以哟，不可以为了线下见面来这个哦。不可以哟，这样是不对的哟。会告到你体无完肤哦。真的耶，真的耶。好，请问你有遇过哪些印象比较深刻的奥 K 吗？印象深刻奥 K 有，非常应该说每一个奥 K 都印象深刻，但有一个非常离谱到我每到一个新的职场环境都要拿出来抱怨一次的程度，就是那个客人从报价的时候就嫌贵了。那个时候我们的报价是这样子的，官方来跟就是所有的预约都是老板在处理，
嗯，然后预约的方法有2种，一种是从系统上面预约，一种是从官方来预约。可是从系统上面预约有一个 bug， 就是你要来店里加会员之后，你才可以从系统预约。所以基本上新客都是从 LINE 那边老板的 LINE 那边预约的。然后那个客人是新客，他在传图报价的时候就嫌贵了，他预约手指头都延甲，延甲就是延长延，然后甲就是把它接长，然后接长呢有很多种方式，有一定的操作难度，然后不管是哪一种方式都不轻松，而且很耗时。因为很耗时又不轻松，所以这个是需要额外收费的项目。那每一间店的收费都不太一样，可是有一个不变的，就是都是按照一根手指头的价钱去算。比如说今天这间店眼甲一只手指头150，那10只就是1500，那再加上他要做的款式的钱，所以有可能会到2000块、3000块、4000块都是有可能的。然后那个时候他要做的款式加上眼甲不超过3000块，可是因为他嫌贵嘛，他说可不可以再便宜一点？他的预算只有2000，然后他又是住在附近的客人，老板想说都是邻居，那就是之后可能都会常来做，那就给优惠，最后还是打8折。他已经算便宜了，还打8折哦，就是等于说折上折给他。我最后就是做这个客人做了可能有5个小时吧，因为他的手的状况真的是非常不好，并不是那种可以很快速就完成的手。然后他还就是再加上眼甲那些，他的款式又比较复杂一点，也不是复杂，比较麻烦一点，所以就拖了5个小时。他脸很臭，我脸也很臭，因为我很累。然后我这该被洗被哇安尼总共买啊才赚着1000块尔，真的是堵然呢。所以他折扣是会让你拿的钱变少。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计价方式是只算抽成。哦，那你也不能 say no。我也不能 say no 啊，因为那个时候会演讲的美甲师只有我一个。哇，你为这间店鞠躬尽瘁。真的耶！有人说我不见了。对，因为刚刚很卡，所以我们的跳一时之间抓不到，但现在好像回来了。那就是请大家忍耐一下，反正有听到声音就好了，不要再闲了。YT 这件很奇怪。我都不敢这样对他们讲话。好，对啊，YT 今天真的好奇怪哦。看我最近开很少，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阵子都这样。天哪！好，大家忍耐一下哈，我也在忍耐，刘安也在忍耐。对。啊，所以，OK 你都会记住哦啊，这样可是 OK 不是会一直出现吗？你这样要记的不就很多？可是有一些就是奥嘎都特别的啊，我无想要甲记的嘛，无法度啊，那种就是出类拔萃。哇，这 OK 这刚嘛变最专家。对哦，就是通常会被我归类在 OK 的，都是那种不尊重专业的人，或者是没有钱还硬要做的人啊。通常这2种都会就是会什么呢？我们又断线了，真的假的？出现在同一种人身上。对，你刚刚说这2种，就是同一个人会有完蛋了！什么？等一下，好，我们现在又恢复了。好卡。
你刚刚说这两种人都怎样？都怎样？就是一个人通常都会有这两种特质，对，一个 OK 啊，会出现在同一种人身上。没错没错。那有一些更夸张的，就是会用那种很轻佻的语气。说这个职业就是坐在室内吹吹冷气啊，做钱啊，坐在那边一整天就有好几千块可以赚啊，有一些还说就做八大才会去做美甲啊？为什么啊？那真的为什么？真的是捡工的呢，真的是捡工的呢，嘿，头壳唔知会有什么代志。我第一次听说，这个连结在哪里啊？怎么会觉得这个连结是怎么连上的？就是那种很刻板印象，就是做八大的女生需要外貌精致，那外貌精致就需要做头发、化妆、做指甲、做睫毛，然后花很多置装费这样子。哦，哈，就这样哦。对，就是很刻板印象，真的是很荒谬。然后就是还有说什么阿美甲就是在那边动动笔啊，就那么轻松，不要含泪啦。年轻人就是现在都草莓族啊，在那边坐着还含泪。我们那个工作多抽当然呢，伫外口规工安尼吹风晒日安尼是怎样啊？硬要比。硬要比耶是怎样啊？真的，每次就是遇到已经骂很多次了，但是再骂一次，就是很多人都喜欢说你那个工作很好做，都想说啊你怎么不来做？那这么好做，你怎么不来做？然后也有遇过，就是我的亲戚，那是我的亲戚。哦天哪，好要命！就是在我确定美甲变成我的就是职涯长期的规划之后，他就跟我说：“哎呀，我跟你讲啦，迄阵吼做整家人足济啦，拢赚无什么钱啦。恁少年人吼，若做好耍的就好啊啦。你莫伤认真啦，若是赚有就赚有，赚无就刷刷去莫做啦。我看你嘛水水，你嘛会使出去外口。”徛柜台啊！你看你水，迄规间店生意就好起来，你嘛免去做迄啊。想讲靠腰，你是咧着搞哦？我要做啥？叫你为什么代？叫你为什么关系？毋是，即马做柜台的嘛人足济，应该嘛无遐好竞争呢。真正毋知是讲什么笑话啊？做柜台就较轻松吗？无一定拜托者，轻松无一定。7-11的柜台做偌济代志呢？哦，迄真正会忝甲，做咖啡忝嘛无较好哦。真的，而且，我生了水，甲我要做什么头路有什么关系？到底有什么关系？有影，佮有迄种什么，讲迄个我台语袂歹，叫我去做台语老师。哦吼吼吼吼！哇！真正是心担袂起啦，嘿，无遐好做哦。嘿，若会讲台语，就会使做老师的话，真毋是做一个老师的，来讲什么笑话？哦，对啊，就老师有伊的专业啊，都毋是啊，遮个人拢安尼，就是无去了解迄个头路要创啥，就家己黑白想，黑白讲安尼，家想家着安尼，认为家己啥物拢捌，家己上巧安尼。真的就很喜欢自以为聪明。有人说刘安骂人很好听，你看你直接大圈粉。真的吗？那我要多骂一点那请大家缴500块。那我讲到嘴巴有点干，可能看到500块嘴巴就不会渴了。对啊，太好了，我要学起来，我以后也要这样对付大家。好好笑。好啊，请问你敢捌看过有查甫的来做指甲？捌看过嘛？有捌做过。其实男性做指甲的比例还蛮高的。
哦，就是虽然这个行业别主要的组成还是女性比较多，但是就是这几年性别意识的影响啊，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乐团文化的影响，然后还有一些可能 K-pop、J-pop 的流行文化影响，就是综合之下，很多男生都会来做指甲。然后这几年有很多很厉害的男性美甲师在业界授课，那有一些甚至在可能30年前，就是美甲刚在台湾刚开始起步的时候，就有男性美甲师在这个业界了。就是其实男性从事美业的比例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低。对，然后有一些人也会比较喜欢给男美甲师做美甲，因为他们觉得男性美甲师的出发的点跟女性美甲师出发的点不一样，所以做出来的风格会有点差异。哦，那你自己觉得你有感受到这个差异吗？有就是我觉得还蛮明显的，就是比如说大部分的女性美甲师会从客人的习惯，然后穿着，然后平常喜欢的风格下手。可是男性美甲师就会比较跳脱一点，就是他会比较鼓励客人，就是做出一点不一样的变化。对，哇，你是真的觉得这个跟性别有关？因为我完全没有，对我来说很难想象，所以你真的有观察到，就是不同性别在这方面是有明显差异的。对，就是不管是美甲还是彩妆还是美发，都就是男性的设计的设计理念，对，大部分他们的设计理念都不太一样，就是男性有男性的设计的思考方式，女性有女性设计的思考方式。然后如果要统整成2大类的话是可以的，但我没有办法很明确说出那个是类，因为就是这很看感觉。好，就是一个感觉。对，就是一个感觉，但他们就是不一样。好酷哦！不过我确实有听过一个有点类似的说法，好像之前在听电台的时候听过有人说，就是日本的作曲家做出来的曲就会有一个日本感，然后什么台湾作曲家做出来的，有点那种感觉，就是因为接受到的从小都在接受到的教育不一样，然后遭受到的东西不一样，就是比如说男性的刻板印象跟女性的刻板印象就不一样，所以就是这些经过思考，然后经过反刍之后做出来的东西就会不一样。哇，这好有道理哦！原来如此。所以那你觉得男生来做指甲的话，男生会选的款式或是男生的偏好跟女生会有差吗？我的天哪！怎么了？我听不到你说话了。我们又断线。那你知道吗？我现在直接荧幕是黑的，我现在非常紧张。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哦，我现在听得到了。你可以再说一次你的问题吗？我说，那我想要反过来问，就是你有没有觉得男性客人跟女性客人他们在选择款式或是他们的偏好也会有差吗？也会有差。大部分的男性客人他们会选择的就是比较无彩色一点，无彩色就是黑白灰，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简约设计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比较简约的笑脸啊、几何图形啊，或者是一些铆钉的元素，或者是星星的元素之类的，那种四芒星之类的。然后可是女性客人就是一个十字的那个原来如此。对。然后女性客人的话，选择就会稍微比较多一点，就是各种风格都有，然后色彩也比较多一点。
那男性的话也有选择彩色的，可是那个就比较少数。对，哦，那个可能20个里面只会有1个吧。原来如此。你说的彩色是到可能很缤纷、马卡龙色系这种程度吗？对对对，因为每个客人的偏好都不一样嘛，就是这个客人喜欢荧光粉，那个客人喜欢马卡龙色，那个客人喜欢莫兰迪，那这个客人喜欢蓝色，所有蓝色系之类的，就是女性客人在选择颜色上比较怎么讲，比较明确。哦，就是有一些就是不喜欢深色系，那他就是只要浅的，那浅的什么都可以。原来，对，嗯，好奇的，虽然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能问的问题，但是你有遇过女同志来做指甲吗？有啊有啊，你怎么知道的？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有问啊，西西，你可以直接问哦。就是一开始会先观察，然后会判断这个客人的，比如说穿搭，然后有一些客人会在身上有一些彩虹的元素，或者是包包上会挂一些就是彩虹标语之类的，或者是女童旗帜之类的。然后有一些就是如果跟他聊音乐，聊到某一些华语流行音乐，或者是某一些 K-pop 以女童粉丝为大宗的团，有可能高几率她是女同志，或者是就是跟他聊感情的时候，我会就是主动抛出我前女友怎么怎么样。那如果对方也是女同志，就会聊起来。对，变成你透过一点点自我揭露，就可以让他发现你们可以聊这个话题，这样子。没错，也有遇过直接带伴侣来的，那个就很明显。对，毕竟是朋友还是伴侣，就是看得出来，所以就磕到了。对，磕到了。但如果对方是他带来的朋友，如果是直女，然后他们又表现得很亲密的话，那就分不出来。毕竟直女的把戏谁都分不出来。直女的把戏，哭了，磕到了，哭了。那个我又好奇，就是女同志做美甲的话，会有偏好，会有什么？就是又特别的地方吗？其实没有就是主要还是看客人自己的风格偏好是哪一种。对，那大部分的女同志有个共通点，就是会做偏短的指甲，也有遇过会做长的。那做长的那种就是属性很明显，但大部分就是都是短甲。属性是萌属性，属性就是在床上妖精打架的属性。对。那个，我有点好奇，就是凝胶美甲跟指甲油有什么差别呢？赶快接到下一个话题，是不是？那个，对，好，这题问得非常好的同学，好问题。好，首先我们需要知道，凝胶美甲跟指甲油的主要成分有什么？指甲油的主要成分是救命！今天是怎么回事？我先赶快再打给 Hello 耶，好，我们刚刚讲到，我们刚刚讲到哪里？大家是从哪里开始没有听到的呢？请大家在聊天室跟大家说不是跟我们说一下，应该。我自己最后听到的是在讲成魔剂的成魔剂，没错。
完蛋了，我们又断线了。但是聊天室说你不见了对呀，因为我还没打开我的 VTS 啊，不过有连上是吧？好，画面有播出去就好。请给马铃薯老师一点时间。现在活蛇是有声音的吗？大家？哇，应该要有吧？应该两个人的声音。对啊，有人都有 VTuber 开那个什么学测台了。化学很好用，用得到吧？对啊，生活处处是化学耶。没错，就算你不想，你也会遇到很多化学。就算你，没错哎。天哪，是怎样啊？是怎样啊？为什么嘞？我的后台说连线不错，什么意思啊？有动了？你的后台哦，动了。那我们还要讲化学吗？哦，还是这题要先跳过吗？也可以，如果你很想讲，我们还是可以讲哦，没有在怕。不确定现在听不听得到声音，聊天室听得到声音吗？好像有卡卡的，是怎样？对啊，好像有卡。太好了，但是有画面出去了。有画面出去。好，我有在亮。好，没错，我直接放弃开皮了。怎么坐在人家脸上啊？不好意思，我现在坐在聊天室上了。哈哈。那我们继续上化学课吧。好，大家刚听到哪里乙酸乙酯是不是？好，虽然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对。这是我第3次讲这一句。YT， 你最好是给我注意一点。YT， 对啊，我们想上个化学课呢。像乙酸乙酯讲到背起来了。好，听得到哈？可以。听到我要说了。请。指甲油的主要成分是乙酸乙酯、乙酸丁酯和丙酮。那这3项的成分有一个共通性，是有挥发性，这个是指甲油会干掉的主因。到这里听得懂吗？各位同学们 ，OK 吗？火蛇还跟得上，还可以哦。火蛇还跟得上，那其他同学 OK 吗？聊天室的这9位同学，不 OK 的话就请抗议一下。不 OK 的话自己去 Google。哦，好，原来是这样吗？对啊，自己去 Google。你有没有付我讲师费？你又要钱。先转你的嘎奇粉听得懂，好。那太好了，是优秀的嘎奇粉。像里面也有成膜剂，那加成膜剂的主要原因是它干掉之后手才会滑滑的，然后不会黏黏的，对吧？大家涂指甲油之后是不是都滑滑的？它是一个平滑的表面，就算你涂得很凹凸不平，它到最后还是一个干爽的面，对吧？这就是为什么要加成膜剂的原因，不然如果没有加成膜剂，它就会摸起来黏黏的，像没有干一样。那除了成膜剂之外，里面也会增加就是一点点稳定剂跟少量的塑化剂。那加塑化剂的原因是因为要防止它脆化。脆化是什么现象呢？脆化就是大家都有看过干掉指甲油吧？干掉指甲油是不是整瓶都皲裂？然后看起来就是很像壁癌一样，这样一片一片的脱落，那个就是脆化。那为什么要防止脆化呢？就是它需要一点弹性，它才可以附着在就是你的甲面上，因为甲面是有弧度的嘛，它需要一点张力。那如果没有那个塑化剂的话，它就没有办法有张力。那为什么有一些指甲油就是
不是有一些，那为什么指甲油放久了之后还是会干掉呢？因为氧化了，氧化了就会变直。哇，真的有要讲氧化还原哦？有要讲，但没有要还原，没有要还原。哦，氧化了就氧化了。对，氧化了就氧化，氧化就坏掉了。这就是为什么有一些指甲油放久了，它会就是看起来有2层，那就是因为久了氧化了，那个色料跟那些化学成分分离了。嗯啊，指甲油放久了也会变稠，也是因为氧化了。那有一些比较便宜的指甲油，或者是一些没有良心的指甲油，就会加甲醛进去。听起来很致癌。加甲醛进去主要是对，没错，甲醛会致癌哦。加甲醛进去主要也是就是防止脆化。哦，因为甲醛比较便宜。对。但那是犯法的吗？还是其实没规定啊？那个其实在就是国际化妆品公约里面是不能放的。但有些人选择不遵守。对，有些人选择不遵守，那个就是违法的。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的化妆品含有甲醛，是可以去检举它的。然后这是指甲油，那凝胶呢？凝胶顾名思义，它是胶，它是胶状的。那它的主要成分是树脂，就是那个树脂，白胶的那个，还有光敏剂。对，白胶那个树脂，还有光敏剂。为什么要加光敏剂？因为丙烯酸酯就是我们说的树脂，不，光敏剂，对不起，讲错了。丙烯酸酯，我们讲的光敏剂就是需要透过 UV 灯或 LED 灯固化、照灯固化才能硬化。这就是为什么凝胶做的会硬硬的。这就是为什么凝胶之前被叫光疗，因为它要照灯。那为什么现在不叫光疗了？因为它不具有医疗效力，它没有效果，它不是一个疗程，所以就是被卫福部禁用，所以不能用光疗，是凝胶。对。所以如果你去外面做指甲，他跟你说光疗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检举。就是对，他如果公开的文宣上面有写光疗这2个字是会被罚钱的。原来如此。所以是一开始对，没错，还没被卫福部讲的时候，是不知道谁取的这个名字。就是应该是音译。对。或者是直接顾名思义，因为要照灯，所以叫光疗。对，然后要什么样的波长才可以硬化呢？要365到405这个波长区间都可以硬化。那放在太阳底下照会不会干？会干。所以所有的凝胶都会说要放在避光处和阴凉处，因为它照到太阳真的会变质，真的会干掉。可是那个要短时间大量的紫外线。我们通常做指甲会在室内，没有那么大量的紫外线。那等到有那么大量紫外线，硬化那个胶也就是流的到处都是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需要照灯，用专门的灯去照它，它才会干掉的原因。对，那也因为它是树脂，它有弹性，所以它会起到一个就是些微的塑形的效果。这个原理是它是靠分子跟分子之间的拉力在作用的，就是凝胶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那这个叠上去靠的都是分子跟分子之间的拉力。所以在照灯的时候，因为它的就是分子在作用，它正在拉，所以有些人会觉得照灯的时候会热或会烫，是因为光感应的部分它在作用，所以会烫。
那我刚刚说到的就是有一点点的塑形效果，也是因为这个，因为它有弹性，它可以塑形，所以如果有一些比较扁的指甲，或者上翘的指甲，或是比较宽的指甲，你想要透过长时间做凝胶做到暂时的塑形是做得到的。可是你一旦卸掉之后，它没有那个拉力了，它时间久了自然就会变成你最原生的状态，因为凝胶只是暂时改变它的样子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你的基因，你生下来指甲长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凝胶只能矫正，而且是暂时的视觉性的矫正。就是这样。所以蛋嘎可以用凝胶让它蛋嘎可以用凝胶，可以是做得到的。有一种专门反向拉的胶，因为一般来说，市面上大部分的一般的凝胶是往下拉的，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个拱形，它是由中间往两边往下这样拉，这样子拉你才会变瘦。把它变比较圆弧吗？可是蛋嘎它是因为它已经卡在里面了，它需要被拉出来，所以有一种反向的拉力胶，或者是有一些会透过一些贴片，贴片式的也有，对，好酷。但主要的原理都是把它往上拉起来，固定住，它就不会再往下长。把它变成比较正常的形状是吗？对对对，因为会往下长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你长时间指甲就是没有剪平的，脚指甲要剪平的，它才不会一直往下长进去吃你的肉。对对，然后鞋子不可以穿太紧的包鞋，尤其是高跟鞋，然后娃娃鞋那种前面楦头比较窄的，都要尽量避免。然后就是要穿一些比较宽松的布鞋，然后尺寸就是不要选会整个把你的前面包住的那种。大部分的蛋嘎都是因为鞋子没有穿对，然后跟指甲没有剪对造成的。对。所以处理蛋嘎有在美甲师的业务范围内吗？有啊，蛋嘎有在处理，美甲师的业务范围有处理蛋嘎。对，但是不是每一间都会接，就是有一些是不接蛋嘎的矫正的。因为那个还蛮难做的，而且每个客人的需求不一样，所以会根据需求不一样有手法上的调整，那个需要很长期的经验累积才做得好。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很需要专业知识的一件事。没错，而且通常都会另外收费，因为很麻烦，就是它不是只需要把你的指甲提起来而已，它需要把你的指甲提起来，把刺进肉里面的剪掉，然后把卡在你的肉里面那些脏东西清出来之后，它才可以做后续的动作，不然你脏东西卡在那个缝里面，它还是会发炎。没有把刺进肉的指甲剪掉，它还是会发炎，你还是会痛。对，好恐怖。对，然后有一些就是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水晶指甲吧？那水晶指甲就是用亚克力粉去做的，亚克力粉配合亚克力水晶溶剂，那个的话硬度就会比凝胶还要高。因为它是亚克力，听起来就很硬。对，非常非常硬。可是因为亚克力粉还有那个溶剂味道很臭，然后就是
长期吸入也有罹癌的疑虑，哦所以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在用，那个难度也比较高，哦，收费也比较贵。但是我知道有蛮多老师是会用水晶去矫正荡嘎的。诶，这样听起来很像美甲师平常都会吸到很多挥发性的，所以这其实对你们来说是一种职业伤害吗？没错，没错，就除了这些化学的挥发物质以外，就是除了那些，我们还有卸甲水。卸甲水主要的成分就是丙酮，然后还有凝胶清洁剂。凝胶清洁剂是需要，就是我刚刚说了嘛，凝胶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那它们为什么会叠在一起呢？是靠分子跟分子之间的拉力嘛。那照完灯之后，会有一个东西叫残胶，残胶就是剩下的、过多的、我们不需要的。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凝胶清洁剂把这些过多的、不要的清掉之后，再上下一层。哦，对。那这个也是挥发性的物质，有一些人会对这个东西过敏。哦，你说但可能美甲师对这个过敏的话，是不是就没办法用这个啊？美甲师对这个过敏的话，就会改用酒精。咦，酒精也可以，它可以做到差不多的效果。对，就是比如说凝胶清洁剂可以做到100%，那酒精可能大概做到80%这样子。哦，原来。对。哇，Sandra 说小时候有脚指甲倒插过，然后后来直接做甲床重建。甲床重建应该没有在美甲师的业务范围吧？没有啊，那个是医生在做的事。哦，那是医疗行为。如果有客人说可不可以帮我拔掉脚趾甲，我们会请他去看医生，那个是医疗行为。哦，不要为难美甲师。你们是不能拔指甲的。不可以。拔指甲也要麻醉吧？你们应该不会有麻醉药。就是所有这样理解好了，有侵入性的都不能做。合理。什么叫有侵入性的？就是会让你流血的，就是有侵入性的。哦，原来就这样子。骂到心里流血不算。对，骂到心里流血不算，那是你的问题。那除了这些，就是除了那个荡嘎矫正跟大家比较知道的以外，就是还有什么美甲师的业务是你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吗？除了骂人，除了骂人。除了骂人吗？那好吧。那好吧。有一些咬甲的矫正。咬甲是什么？就是咬指甲。跟咬甲。咬指甲会被你骂，对不对？咬指甲会被骂。大家知道了哈，想讨骂的话，有一些就是大部分咬指甲的人，他的甲床都在肉里面。好痛。就是他的指甲会长得很小片，然后前面都是肉，指甲只有一点点，那个就是啃咬甲。那要怎么重建呢？就是用凝胶让它有硬度，或者是水晶让它有硬度，让客人咬不断，然后就是请他定时回来，就是用这种最怎么讲土法炼钢的方式，让指甲长出来，然后重做，一直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它变成一个健康的甲床。对，好，没错，原理就是。然后指甲断裂也可以补起来。指甲断裂补起来也是接一段上去吗？看它是断怎样，比如说有一些是裂一半，好痛。有一些不是会很容易从那个边边，从粉红色的地方跟白色的地方交接处裂开的那个叫做 AB 点，从 AB 点裂开的地方，那个就可以直接补起来。那如果是整个断掉的，就可以用我们刚刚前面讲到眼甲去把它延长。对，原来。没错，所以指甲裂开是补得起来的。哇，这个我还真的没想过。但那个也是需要另外收费的项目。对。哇，好像那个就是如果你会咬吸管的话，你可以用铁吸管，然后你就咬不动。
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概念。对，好，我很好奇会不会有人拿 AI 图请你照着做？真的有。这不要带 AI 图来，因为做不出来。就是大家也知道 AI 图有一些太过于天马行空的地方了。哦，它就是虚拟的，你要怎么让一个虚拟的东西在指甲上，在真人有血有肉的指甲上可以重现呢？还是不可能的代志，乡亲啊，还是不可能的代志。所以 AI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合理的。对，有一个最经典的，我知道6根手的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AI 生成的指甲美甲图呢，是它的款式是一款就是仿刺绣的。哈？刺绣，仿刺绣，就是它看起来就是刺绣的图案。比如说，他今天刺绣出一只鸟好了，对，那在那个 AI 图上面就是一只刺绣的鸟在你的美甲上，要怎么刺绣？我请问一下，刺绣是要用针穿过去的呢？那你只好拿针。首先你的指甲硬度要怎么穿过去？会不会那个要车缝机才做得到？会不会他要的就是这个？哦，那口味是很特别。子昌晚安，那个太离谱。然后，可是真的有中国的美甲师有复刻出这一款，但他做的也不是做在真人手上，他也是做在甲片上，然后他也是花了很久的时间。那个美甲师他是本身就有能力，他是很优秀很厉害的美甲师，他才做得到。那你要我们这种一般的普通美甲师做这个吗？是做不到的，除非你真的就是花很多很多钱，然后去找那种很厉害的老师愿意接，才有可能做得出来。那也不可能跟 AI 图一模一样，因为我说过了，你的指甲是长在你的肉上的。通常 AI 图为什么漂亮，或者是那些小红书上面的图为什么会漂亮，就是因为它有调过，它把你的血色调不见了。你没把血越底越白，颜色越鲜艳嘛，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你没有血色，你上任何颜色上去，当然漂亮，当然清透，当然干净啊。可是今天你是人欸，你怎么可能没有血色？那你要追求到一样清透、一样干净，那就是你要嘛就是只能无限接近，然后要花很多钱，要么就是做不到。你如果没有很多钱，就是做不到，而且也不是每一位美甲师技术都真的厉害到有办法做出那么清透的效果。很多客人都会说，我就是要那个滤镜过后的效果啊。那你给我开滤镜啊。可是你的手现实生活中看就是没有滤镜啊，我们肉眼你生活在现实世界里面没有滤镜，那我硬套一个这个滤镜的颜色给你，适合你吗？而且现实生活中的光源这么复杂，它没有办法在每一个光源下都漂亮会不会要花很多时间教育客人呢？要，但通常很多客人都会觉得这是借口，不受教。他就会觉得啊，你就做不出来，花那么多，这就是不尊重专业的客人，就会被我骂哦。太好了，大家知道怎么被骂了吗？就是你的预算要到那里，你才能够要求要做那种等级的美甲。你不能今天预算只有1200，然后你说你要一个超级厉害，然后施华洛满钻的，在开什么玩笑？材料都不够。在开什么玩笑啊？施华洛一颗就几百了，开什么玩笑啊？真的。
你预算只有50块，你就不要喝什么那个尾韵有什么味道，然后还要拉一支天鹅拉花的咖啡，不要想了。真的哎，真的哎，无迄个卡称的卖在下药啦，拜托哎，哦，又骂了又骂了，天哪！在困啊，较早困较有名啊。是啊是哎，嗯，哎、大概就是这样。哦，所以他如果是拿就是比如说 Pinterest 或者是一些真实存在的人类的美甲图，会好很多，是吗？会好很多，可是通常是这样子，看起来越简单的东西越困难，哦，好有道理。这个很好理解吧？我不知道对可奥 K 是来说，通常对客人来说，他在他眼里就是这几条线而已，为什么你要收我这么多钱？或者是这几条线而已，应该很快就好吧？所以客人说的简单的，就是那种通常难度很高的哦，款式，对，很干净，边缘很干净、很利落的几何图形，或者是发饰，那种最难做。嗯，但那种就是会被客人觉得说，哦，这是简单的那种。原来那没错，我有点好奇，因为刚刚讲到 AI，就是感觉大家拿 AI 图叫人家照着做，好像是就是不是很久以前可能没有这件事情。我有点好奇美甲业，就是你觉得最近几年有什么整个业界的变化吗？最近几年整个业界的变化，就是大家应该都有感受到吧？就是中国 App 的大举入侵，哦，比如说它又小红不是只有书吗？对之类的抖音啊，然后各种各式各样，它不是只有影响台湾而已，它是影响全球的所有产业。哦，对，那这个最主要的问题在哪呢？就是因为这个东西百姓好取得，嗯所以百姓就会习以为常，嗯，因为他每天都在看这些东西，他每天看这些东西，然后拿到第一线的服务人员面前说要这个，那我们要不要会做？哦，要，被迫要能做，对，所以就是美业最主要的就是款式嘛、颜色嘛、美感嘛，然后甚至到用语嘛，然后材料嘛，这些都有影响。而且有一些材料是中国发明的，哦，那他们很喜欢做那种没有这个材料就做不出这个款式的那种款式，所以出了一个新的款式，出了一个新的材料就要买，可是那个是中国的，那他们是中国的有什么问题？就是品控不稳定，里面加了什么原料我们不晓得。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被网红带红的东西，有一些美甲师比较没有良心的美甲师，就是很会行销，他只会行销，然后会营造出哦，这个很简单啊的那种假象，让客人觉得哦，这个真的很简单哎。然后客人站到第一线的来的时候，就会质问你为什么做不到？这好困扰，这是大家都说很简单，你为什么做不到？哇，就是你的问题，你不够好，然后开始去责怪这整个产业，就很容易培养出这种不尊重专业的客人。这还真的蛮那个的。我觉得很多圈子都会有这种，就是只顾自己的行销，然后结果他做了一堆事情，就是害到整个产业的其他人。我觉得，对，很多地方都有这种人哦。没错。然后我有看到欧拉夫老师问说：“AI 在我的产业应该也会有好处的吗？还是觉得都没有？”我自己个人的感受是都没有，因为这种客人在大量的增加，它会造成我们作业上的困扰。就是
我们要花很多时间去教育客人为什么这个做不到。哦，客人不会觉得他有问题，客人会觉得哦，这就款式图啊，为什么你做不出来？那不是每一个客人都愿意我们这样去教育他的。他还可能他就会觉得，对，他就会觉得，那你做不出来，那我就去找别的做得出来的人。那如果真的今天被他遇到一个真的很厉害做得出来的美甲师，就收费收得很便宜，那就完蛋了哦，那就会被公审。你是说谁会被公审？就是你会被公审？就是可能拒绝他的店家会被公审啊，拒绝他的美甲师会被公审，或者是整个圈子都会被公审。说就是起手式，就是你们不觉得这几年美甲越来越怎么样了吗？好像很可以想象哎，对不对？对，确实，哇，就是这样子，对啊，总而言之 ，AI 让你很困扰嘛。没错。然后刚刚还有讲到一个，就是便宜这件事情，就是销价竞争的问题啊。那个也是，就是我刚刚有提到嘛，就是有一些美甲师很会行销，所以他就会打着可以轻松月入10万的这个噱头，或者是轻松年收100万的这种噱头，大量的投放广告，然后让不了解这个行业别生态的人进来。那美业大家都知道，入行的门槛真的比较低。所以就会有那种要赚快钱的人进来啊。对，那赚快钱的人进来，他进来就是要赚钱。那他的可能最长的期限放到2年好了，他第2年赚不到钱，他就会离开这个产业了，他就会去找下一个能让他赚钱的产业了嘛。因为他想赚钱，所以他有一个底线，对吧？停损点。可是对他。美甲这个产业第2年可以说是刚开始而已哦，所有的事情都需要大量的练习，练习到第2年才开始正式接客人的，真是大有人在，到处都是。那你第2年你就退出这个市场，就代表你前面在该练习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接客人了，这会导致什么问题？这会导致因为你没有足够的技术去跟其他美甲师竞争，你就用相对低廉的价格来跟他们拼，你销价竞争，然后吸引来一大批只是贪小便宜的顾客留在这里，你走了，然后他们觉得有一些真的是喜欢做美甲，想要做到好的美甲的客人会觉得，为什么我一直踩雷？为什么美甲就是怎么做我都会流血？为什么美甲怎么做都丑？为什么美甲我怎么做手都会受伤？那会留下另外一群客人，就是美甲就是很便宜啊，美甲就是要1000块以内才叫美甲，美甲如果超过1000块我就不做啦。你怎么这么贵？会留下这2种客人。那这2种客人留下来的结果是什么？是我们这些真的有要认真经营这个行业的人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他就是破坏整个行业别的生态。对哦，真的，这好恐怖哦。但现在美甲业就是面临这样的问题。那包括我刚刚讲的小红书，因为中国那边销价竞争很严重，又他们的人力相对又比较低廉一点，所以有很多那种做10个小时真的很精致很漂亮的美甲，然后人民币只收可能2000块，10个小时人民币2000块哦，你算一下那个时薪多少钱？那个工钱都不止人民币2000块了，有一些还不用2000块，就也是那他们就会拿着，对他们就会拿着那个工时很长、很复杂、精致度很高的美甲，要求你2个半小时之内完成，然后要台币要不能超过1500。
为什么啊？人家人民币都2000了。币别都不一样，币别都不一样，开什么玩笑？天哪，天哪啊！这个怎么办？你要直接现场教育他，或是你要直接拒绝他哦？就是拒绝他，就说这拒个没有办法。绝了吧？对，这个只能拒绝，就是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做不出来。这个、你要嘛就是你留在我这里5个小时，你要嘛换款。通常听到5个小时就不会了，因为大部分的台湾人没有那个耐心，没有那个耐心去做5个小时做美甲，没有2个半小时已经很极限了。天哪，天哪，好难取悦，对吧？又要便宜，又要快，又要漂亮，怎么可能？对，不可能，不可能，最多满足几个啊？1个吗？2个。哦，可以2个。对，你自助餐都不敢这样子许愿欸，在开什么玩笑啊？对，我知道，我要有卤蛋，又要有双主菜，但是我只有50块。开什么玩笑啊！个讲一摆，无迄卡层的卖家遐下游。哎，太好了，又骂到了。又骂到了。如果你不做美甲的话，你觉得你会做什么？我如果不做美甲的话，会做什么？可能会做彩妆。哦，对，或者是行政。行政。对，行政。你是说？因为我接触美业是在国中的技艺班，那个时候是班导师叫我去的，因为我的成绩就不是很前面，可以说是我整个求学历程都一直都在中间偏后的位置，很不会读书，真的很不会读书。然后那时候班导就说：“那不然你去上技艺班。”那技艺班就是那个时候技艺班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高职都会有分类群，可能家政群啊，然后餐饮群啊之类的，有不同的类群。那个时候的技艺班刚好就是家政群的，家政群的就包含美容美发，然后服装设计，然后还有什么？反正很多，大家可以自己去查。好，反正我就是在接触到家政群的技艺班，然后碰到彩妆跟美发的，那个时候开始对彩妆有兴趣。所以如果我那时候没有接触技艺班的话，我就可能这一辈子我就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就是随便找个行政做。不是说行政就没有专业知识的意思，是他的专业性没有那么高。那我以我的成绩跟分数的话，可能就是也只找到专业性不需要那么高的工作。对，没错。所以听起来很像，觉得有去技职班是让现在的你处在一个你比较喜欢的位置吗？没错，幸好有找到我喜欢什么。这真的很重要。那彩妆的话，就是我真的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一直有彩妆师梦。现在还有吗？国中没有了，没有了，彻底打消这个念头。从国中一直到19岁之前，这样很长吧？不知道普通长吧。我那时候是真的有想过要就是努力考证照，然后当上彩妆师或新秘。可是因为大学的时候真的遇到太多天才了。什么意思？你是说服务的对象吗？还是？是就是同学们，他们很有天赋，那种天赋是没有办法隐藏的。是这个意思。对，就是很多天才，真的是天才，就是包括我现在很多同学都有在，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在当就是专业彩妆师，然后有一些有成立自己的个人品牌，对，有一些有比赛，然后拿到很多奖，对，真的是天才。
有谁在那边讲全职 VTuber？ 对，有时候做全职 VTuber 做着做着就发现，好多天才哦，还是我去找个工作。每个行业都有天才。对啊，子昌想问，彩妆师是会做怪兽特效那种的吗？哦，彩妆师有分很多类型，有分后台的，就是时尚彩妆，有分专门在跟舞台剧的舞台妆，然后有专门只做新秘的，然后也有做那像那种怪兽的那种，就是特殊化妆，那每一个类别都有不同的专业知识要学，所以他们可以说是4个不一样的领域。哦，对，那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艺人后台啊，或者是时装周后台啊那种时尚彩妆。对。那像电影特效的那种特殊彩妆的话，就是需要一些比较特殊的材料去拟真做出那种效果，比如说血浆啊，然后皮肤蜡啊、假皮啊之类的，或者是甚至是要翻模。对，翻模是可能真的像怪兽要长个脚还是怎么样的？翻模的话有分几种，就是可能局部跟全身。局部的话就是比如说这里需要一只手，那就是会用演员的手先灌软石膏进去，然后让它成型，在成型之后手拿出来再灌硬石膏进去，好酷。然后这样子就是一个模就好了。那个软石膏就是它的模。所以是软石膏退掉，里面硬石膏是要的。对啊，也会有一种，这种是一次性的。那如果要多次的话怎么办呢？就是软石膏进去，然后出来，软石膏先翻一次模之后，再有一个软石膏的硬模了，再翻一次模，那才是你要的东西。那这个就可以重复使用。好像没有懂。好，没关系，反正就是有软石膏会放在一个容器里面，它会像它干掉之后会像果冻一样。OK。但因为你在干掉之前是液态，所以你手放进去，干掉之后再出来，它是不是就会有那个形状了？里面就有一个你的手的形状，但是是空的。对，对，那你这个时候灌硬石膏进去，等硬石膏干掉之后，你把那一层软石膏的膜脱下来，它不可能是完整的脱下来，你一定要剥掉它。脱下来之后是不是就是一只石膏手？对，好，那重复使用的是怎么样？重复使用的就是你再用硬石膏把你那个要翻的膜翻出来。在那个硬的手外面再加一个。对，然后里面的手就可以打碎了。对，就一个像是俄罗斯娃娃一样。好复杂，所以如果不介意把自己原本的手打碎的话，可以第一步就做硬的。对。嗨酒喝茶茶晚安。没错，就是好像有懂太好了。那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可能要做一些比较特殊的脸部的，那就会需要整个脸封住，只留鼻孔，然后刷上石膏。像比如说，如果是恐怖片，然后有一个灵体，它就是没有脸，可能就是会这样子做。对，可能。但现在这种恐怖片的做法比较少，这种会比较常出现在可能 MV 需要的场景里面，没有那么多钱去做3D 立体建模的话，就会用那种石膏翻模去翻出来，然后它就像一个头盔一样可以戴，你知道吗？好酷哦！所以它是可以对，因为有留鼻孔跟眼睛的洞，所以它可以拿掉。那为什么要用脸的翻模呢？有可能是比如说你今天需要做一个拟动物形态的脸，比如说你要做一个马的脸，那你就需要原本的头的翻模，然后在上面再做出马的嘴，
跟马的耳朵，然后贴上马的皮毛跟上色，然后这样就可以整个戴上去。这样子贴合度跟精致度都会比你直接去买一个马的头套来还要精致，这样子。然后特殊彩妆还有包括喷枪。喷枪就是一支真的很像枪的东西，那它其实是化妆用具，它有分大小，然后不同的大小有不同的就是喷出来的细腻程度不一样，然后可以加不同的色料进去。化妆就有化妆专用的色料，美甲也有美甲专用的色料，美甲也可以用喷枪做，但就是成本会比较高一点，因为那一台喷枪就是便宜的也要几万块。然后像我知道有些学那种大型雕塑的也会用喷枪喷，因为那样比较快，也消耗颜料也比较少，因为它可以就是比较薄的大面积均匀的喷洒，那样就不会消耗太多颜料，因为颜料还会有深浅跟厚度的问题。对。好，我觉得把那个专业的东西就是延伸下去讲的话，真的是其实很多，请尊重专业。真的，请尊重专业，这些都是我的钱，都是你读了很多年的时间以及钱，对吧？没错，真的没错。不像什么做咖啡，没有啦，我是那个外行做咖啡，我已经觉得要学很多，很麻烦了。做咖啡也要花蛮多钱的，我觉得任何行业要深入都要花很多钱。对啊，就是有点回到刚刚讲的，就是如果你是就是随便做一做，然后做很简单、很便宜、很烂，也不是这样讲，很便宜的东西，就对，它就是很便宜、很粗浅的东西，你就可以不用花那么高昂的成本去做啊。对，但是它就没办法做到一些真的要花时间、经验累积或是昂贵设备的东西，就没办法，没错。那虽然现在有 CG 了，可是还是有很多地方会用到这种特殊彩妆，因为比如说演员受伤的伤妆这是最常见的。然后还有可能非人形态的彩妆，比如说你额头要多开个眼睛之类的，那种的再特地去建一个模，其实成本太贵了，而且做出来不一定会有画出来效果那么真。原来有办法让他眼睛会动吗？眼睛会动要后置啊，可以做到，可以做到，但是钱要很多。对，好合理。如果可以，虽然刚刚变成在讲彩妆，但是我有点好奇，如果你可以对刚开始学美甲的人，或是刚开始进入美业的人说一句话的话，或是一段话也可以，你会说什么？快逃！快逃！真的假的？快逃！真的，我真的发自内心，就是我刚刚讲嘛，现在这个圈子就是已经坏掉了。那我很恶劣，我都叫他来当 VTuber。已经坏掉了。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工时太长了，然后我们需要久坐，用眼过度，然后常见的文明病就是肩颈问题嘛，然后刚刚还有讲到的吸一堆化学的东西，然后卸甲还有卸甲粉尘，那个粉尘是需要用一台专门的吸尘器去吸的不然那个吸太久会那个肺泡会被填满慢性阻塞性肺病。对，然后有一些美甲师，就是从业比较多年的美甲师，已经因为肺部的问题去开刀了。天哪！我有点好奇，就是你们可以戴防毒面具上班吗？理论上可以，但是技术上做不到，因为我们需要跟客人沟通。客人会听不到我们在说什么，然后听起来像有大部分的美甲店会需要美甲师打扮的得体漂亮。对。我觉得戴防毒面具很酷啊。
个人工作室，不然就是一般的被聘请的美甲师，通常是不被允许戴防毒面具的。没有那么多自由。没错，就是通常就是戴个口罩就这样。我觉得好恐怖哦，这种是不可逆的，这种慢性的伤害耶。对，这是不可逆的，所以就是也是燃烧生命。没错。哦，还有用餐时间不固定，然后腱鞘炎。腱鞘炎是因为我们需要握着客人的手，那握着客人的手或者是握笔的姿势不对，出力的地方不对，久了就会发炎。这是很多美甲师都有的文明病。那这个要怎么预防？腱鞘炎就是一辈子都不会好啊！这可以预防吗？就是你就是要做姿势要对，好强人所难。对，就是没有办法，会受到很多很多的限制。就是假设你今天一切都已经调整到你最完美、最舒适的环境了，那今天客人手一直出力，那也没办法啊。会乱动是不是？对啊，如果客人一直出力，我们是需要花更多力气把客人的手抓住的。哦，真的啦，我去看牙医，我那个嘴巴都会不小心一直闭上了，这个真的是。那就是有一些人，你这样放松，他就是做不到，他反而会很紧张，那也没办法。真的，那真的就是没办法，因为他就是没有办法，他就是会下意识的，他已经变成一种习惯了。那这种的长期下来，我们就是会。手就是会发炎，那这些职业病每一项都是在消耗自己的身体健康之外，美甲所有的工具都是消耗品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几乎每一项东西都大概用1个月就要换新的。哇，天哪！包含凝胶的灯吗？凝胶灯没有那么快，但是也是消耗品。它大大小小的东西，寿命不一样。可是如果你要给它一个平均值，那就是1到2个月。哇，所以如果数学不好的话，很容易可以做美甲，可以做到亏钱，对不对？啊，对，对，真的，这是真的，因为光是你那些耗材要买，我刚刚讲的那些不要讲凝胶。讲那些溶剂，每一个都有挥发性，你就会摆在那里不用，它也有一天自己会挥发光。它自己会挂掉。对，这是一点。然后那个修指甲叫做模板，那个模板一次要好几支，那个是什么？那个就是细的砂纸，真的，那个就是砂纸，那个上面的系数跟你们家在磨木头的砂纸系数是一模一样的东西。砂纸有没有寿命？有寿命。那难怪。那在剪死皮的剪刀有没有寿命？有寿命。那个因为刀刃太小了，几乎没有办法磨，所以钝了，或者是掉到地上了，头歪掉了，只能换一只新的。哇！好，然后还有一些磨头，那个磨头要拿来干什么？最主要就是拿来卸甲用。那个磨头跟牙医是在磨你的牙齿的磨头是一样的，只是系数不一样。对，只是系数不一样。那都有刻度了，有齿痕的东西有没有寿命？有寿命啊！这些有寿命的东西全部加在一起，然后每一样都几百块、几千块加，你要砸多少钱进去？而且这些都还只是基础保养的钱，都还没有算上那些胶的钱。那些胶有没有开封的期限？有，每一罐都是12个月。你没有用完过期的，就是只能丢掉。所以，那我们讲的美甲灯有没有寿命？有寿命，它是灯泡，灯泡会怎么样？会灯衰。我刚刚是不是讲说它有波长365到405？对。使用久了灯衰了，波长不够了，它就照不干。照不干要怎么办？换灯。一台灯多少钱？便宜的1000块，贵的1万块。哇！所以数学不好或是运气不好的话，真的可以亏很多。没错，好难做。所以就是快逃。
快逃！但是这就是在燃烧生命，然后燃烧你的金钱，除非你真的非常的喜欢，然后有足够多的储蓄，已经规划好你的职业规划了，然后你已经想好你在第几年的时候要做什么，第几年的时候要做什么，不然不要做美甲。好，美甲是整个美业里面 CP 值最低的行业别。好，我不会去的。这是真的，就是每一个从业人员都会跟你说的，不要做美甲。但还是因为我刚刚前面讲的嘛，就是很多媒体渲染，觉得这很好赚，所以还是有很多人很向往，或者是觉得看起来很光鲜亮丽，就跟觉得哦，图书馆员很文青，想要去当图书馆员一样，差不多。还以为是觉得 VTuber 做起来很威风，所以想要去做 VTuber， 哈哈哈哈。VTuber 可以认识很多其他 VTuber 啊，这倒是可以，可以啊，但是怪人也是蛮多的啊，对啊。为什么是你也是很直接？好，不是我说的好。怎么了吗？这不是大家都知道的秘密吗？所有行业都有怪人啦。哎呀，所有行业都有怪人，哎呀，不是 VTuber 特别多啊，哎呀，我没有这样讲了，哎呀。对啊，他没有应该没有，他应该没有这样讲。开玩笑的啦，哎呀。哎呀，平常都跟客人聊什么啊？平常都跟客人聊什么？聊 VTuber。聊。没有，不会跟客人聊 VTuber。从来没有遇过可以聊 VTuber 的。还没有在做美甲，也有在看 VTuber 的，实在太少了。哦，什么意思？就是我想一下，除非他有特别来跟我说他要做什么痛甲，他要做主题概念印象甲之类的，或是印象甲，不然我很难知道他是不是喜欢二次元文化的人。除非他带着饭友在身上走，就挂一排饭友在身上。同时有在追二次元文化的人，还有在做美甲的人，本来就比较少了，但是比较少。原来。对，然后目前还没有遇到，但如果有这种人存在的话，可以来找我。对，太好了，请大聊特聊。那如果是这以外的话，就是看客人的穿着，先判断他大概是什么类型的客人，可以从外观跟穿着决定他，就是快速判断出来他的年龄，然后他的职业，然后他喜欢的风格。那如果这些都判断不出来怎么办？就是聊最近的事情。比如说最近年底了，聊圣诞节，聊跨年，聊过年，聊连假，或者是寒流来了聊降温之类的，或者是时事题，比如说全联要怎么样啊 ，7 要怎么样啊，然后味全要怎么样啊，或者是小红书要怎么样啊，或者是蒋万安又怎么样啊？对啊，各位，这就是杂谈力啊，这就是杂谈力。这个是这样没错。就是美业人必备的，而且有一些客人很忌讳问工作，所以我可以不问工作就不问工作。那如果今天好死不死一个 VTuber 来找我做指甲，我问他做什么工作啊，这个客人从此再也不会来找我了。真的？那会有客人问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吗？对不起，我突然想讲这个。我是来跟你聊天的哟，就是你是付钱来跟我聊天的，然后我会顺便开导你一些感情问题啊，生活经历啊。你真的会开导客人的感情问题哦？就是如果对方跟我年纪差不多大的话。会有人就是跟你就是可能倾诉一些烦恼那样。会啊，因为主要还是女性客人居多嘛，那有一些话没有办法对身边的人讲，就会跟美甲师讲，尤其是如果这个客人跟你很久，那就什么都会讲。哇，感觉会吃到很多八卦，好好哦。没错。哇，
我看到有人说麦当劳的新产品好好吃哦，你吃过了吗？我会跟他说，哦，我不吃麦当劳耶，不好意思。还蛮委婉的，就也不用讲太多，对，毕竟是要做生意。我不喜欢吃麦当劳。对啊，好像真的会耶，就是毕竟要做生意，你也没办法真的讲太多个人想法。没错，尤其是那种，就是我要讲句很难听的话，对不起，不是我说的，可能会骂到很多人，但我真的要骂，就是我觉得大部分的美业从业人员都缺乏一些应该要有的基本的政治观念，对，还不是我说的啊。就是这样，点到为止，好不好？有懂的就有懂，没有的话就不是我说的。对我说的怎么样？我在这个行业里面工作这么久，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这句话而且很多人性别意识也很低落啊。性别意识啊，我很好奇，就是你有因为你的女同志身份在职场里面受过什么歧视吗？或是任何可能也不一定要因为你是女同志，可能因为你是女性，你有没有遇过什么你觉得性别意识不足的，或是让你觉得不太舒服的状况？有啊，就是会问说啊，有没有结婚啊，有没有交男朋友啊，然后不结婚不生小孩就是不对啊，不行啊，不可以啊，或者是怎么样？是客人还是同事会管你要不要结婚生小孩？是客人管好多。同事的话比较还好，因为同事的话，大部分的美业从业人员，单身或者是我说的单身是没有结婚的状态，单身的比例蛮高的哦。对，不管是几岁，通常对，也有到像我的主管就是年纪比我稍长一点，他也是没有结婚，他觉得一个人很好。对，是什么情况下客人会管你有没有结婚生小孩？就是会聊到有一些已经结婚生小孩的客人，就是会很自然而然聊到自己小孩的话题啊，就聊说啊，他的小孩就是又干嘛干嘛啊，然后幼稚园怎么样啊，学校老师跟他说什么啊之类的啊，我就跟他说哇，就是当家长好辛苦哦之类的。然后他就会说啊，你的年纪也差不多到可以结婚的年纪啦，你都没有想过要结婚吗之类的？或者是我有听过一个最扯的，就是对方得知我是女同志之后，直接跟我说，啊，你们女同志不是都是 T 吗？所以你也是 T 哦？什么意思？所以你也是 T 哦？那你会喜欢上我吗？什么意思？她是女生，然后她问你会不会喜欢上她？对，哇，原来我以为虽然我这个超级贴标签的，我以为只有直男会担心被 gay 爱上，原来也有直女会有这种那个担忧吗？对呀，还蛮离谱的。好有趣哦！不是为什么会觉得女同志都是 T 啊？就是他可能接受到的女同志只有 T 吧，然后他接触到的 T 都是很怎么讲，都是很阳刚的那种 T，所以他觉得 T 有一个 T 的模板，然后他的想象中的女同志只有 T 这样子。好吧，这就是他知道的不够多。对，他知道的不够多，就是我会把它归在笨笨那边，那就是被我归在笨笨那边，我也就是不会再跟他多说什么了。我觉得笑笑的，就是对带过这个话题。可是有比笨笨更糟的吗？比如说坏坏之类的。有啊，有那种跟我说啊，你们女同就是很花啊，都换很快啊，都玩得很开啊，然后你们的前女友不是都共享吗？我真的是大傻眼。他的手指在你手上，他敢这样讲哦？傻眼，他不敢，他都不怕我，就是把他手戳破一个洞他应该要庆幸，就是美甲师的业务范围里面没有拔指甲。
真的耶，对不然还是我去考一个就是没有医疗的吗讲的。我成绩这么烂，最好是考得到。你知道吗？如果你没有啦，不能乱讲话，我不要乱讲话好了。这个不能讲。这个不可以，不要乱讲话。对不起，对不起，我还想要我的频道继续存在。哇，好困扰。还有一个就是我同事跟我说，哈，那你们平常约会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是要怎么办？怎么办？有不是会有什么影响吗？你说的约会就是约会嘛？对啊，约会就是约会啊。约会有什么好？我就想说，约会是有好什么好，说好什么怎么办的？约会就是约会啊，是有差你。就约好，然后就出门开心，然后嘞。对啊，然后嘞啊，异性恋怎么约会，同性恋就怎么约会啊？是怎样啊？没有啦，同性恋不会在公共的地方打炮，不好意思。喂，所以异性恋会就对了。对啦，我做过咖啡店，我怎么会不知道嘞？对啊，你怎么不知道嘞？会有人应该不会在美甲，没有客人在美甲店做这种事情，哈哈。还没遇过啦，哈哈。不要啦，给我克制一点。就不要啦，怎么可能？对啊，奇怪，为什么要嫌那个？不是为什么会觉得同性恋玩花，不是异性恋有一些也玩很花吗？对啊，是有什么毛病啊？对啊，是怎样啊？哇，这就跟就是有一个人犯了社会案件，然后新闻大肆报道因为他都玩那种射击游戏，他都沉溺在网络世界，所以他犯了社会案件，这样。同一个感觉啊。关联在哪里？那穿凿附会啦，穿凿附会，其实没关联在哪里呀？对，想多了。我们都知道那个会让人变暴，电玩不会让人变暴力，但是断线可能会。没错。是的。不是我说的哦，不是我说的。我说的啊，我没有啦，刚刚断线了啊，我还是笑笑的，没怎样啊，我是能怎样？我也不能怎样。对啊。对啊。是能怎样啊？对啊。我们就在 YT 这个地方开台啊，人家开的啊，我要看他的脸色吃饭呢，那有办法？对啊，怎么会这样？有人说同性恋不会在公共场所，真的持保留态度，就是看人啊，对啊，就可以不用跟性别或那个性倾向挂钩啦，就是怪怪的人，他就是会是怪怪的人。会做这种事情的人，就是会做这种事情，跟他是什么样的标签类别的人无关。对啊，搞不好是双性恋、泛性恋也会啊 ，We never know。对啊。我们也不可以看到一男一女从同一间厕所隔间走出来，就假设他们是异性恋啊，对吧？要怎么从无性别厕所？对，有无性别厕所这种事的。对啊。对呀。可能其中一方很需要另一方的帮助啊，身体有一些需要帮忙的地方。比如说手骨折了啊，裤子脱不下来之类的啊。对啊。手骨折是因为得罪美甲师吗？也是有可能哦。这不能播，我会把手折断哦。不要乱问问题哦，不可以抠手，不可以咬指甲。你有遇过会抠手的客人吗？有啊，很多啊，就是我以为你说抠你的手嘞。客人，因为之前做咖啡厅的时候真的有，不是我遇到，但是我的同事，她是女生，她被奇怪的阿伯就是抠手，超恶。这是性骚扰这是啊，超恶的，超恐怖。是怎样啊？而且还不少哦，不是只有一次哦，非常恐怖。对啊。谁敢抠我的手，我真的是报警我立刻报警。要你甚至可以直接把他的手扣下来。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你在这里稍等我一下，我马上就回来，然后进休息室打110。要，超恶烂是怎样啊？对啊，很恐怖啊。然后还有就是，反正我都是听我同事讲，然后就是什么
找钱给他，然后就是他给他钱的方式，就是明明正常来说绝对不可能碰到手，但他还是要碰他的手，恐怖死了。恐怖死了啊！我有想到，我之前在拍不是美甲师的时候，在便利商店打工，然后就遇到一个奇怪的客人，他也是就是言语上的骚扰，但我也不能对他怎么样。好恶哦、好恶哦、感觉这种事情，如果你很恶心欸。就如果你跟你的上级反映，他们可能也会觉得很麻烦，希望你不要反应。对，因为那个客人就是出现的时间也不固定，那他们也没有办法去劝导客人，因为事发当下他们也不在现场，也没有办法很立即的阻止他，因为他也只是没有碰到我，用讲的而已，很难举证哦。就算去起诉也会被说就是证据不足。对，除非他有真的用很强烈的字眼去骚扰你，不然很难成立。是的。那请警察来，他如果坚持说自己说没有就开玩笑啊之类的，那我也没办法啊。就虽然我们可能有个共识，就是他是不是骚扰是以那个被骚扰的人的感受为基准，可是实务上很多时候不是这样解决的，就很头痛。没错。对，没错，就不是这样，好讨厌哦！怪怪的人到处都有呢，真的耶！天哪！我们的话题怎么结束在这么负面的地方呢？让我们来讲点开心，祝大家平安夜快乐！平安夜快乐哦！耶！所以要给钱的吗？今天给钱的人比想象中还要少啊！我直接讲我吹个转坡有嘴讲无暖爱淡薄表示吧。哇，大家就喜欢听这种的。我拄仔咧讲课呢。哎呀，有讲化学课呢。我拄仔咧讲课呢。这不是你恁平常时想要听啊？虽然不是台语的化学课，但是平常时想要听不是台语课，又讲错。平常时想要听化学课吧，不一定有哦。吓死人呢！你敢不知道乙酸乙酯是什么物件？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你敢不知道乙酸定酯是什么物件？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那是不知道，我要去 Google。哇，对不起，等一下马上 Google。不是在针对活蛇哟，是针对所有人哦。没错哟，没错，太好了，无差别攻击。哇，那请问我们刘安有什么想要宣传的吗？比如说明天圣诞节要做什么啊？明天圣诞节要上班啊，好可怜，可怜。希望不会有客人问你圣诞节要干嘛，你就会看着他说：“你觉得我现在在干嘛？”如果客人问这个问题，我就会跟他说：“我现在坐在这里，你觉得呢？”你真的会骂他哦？我真的会这样回，我说：“我现在坐在这里，你觉得呢？”那他要给你500块。他做指甲的钱会超过500，可是我不管啊，那是他本来就要给我的。我以为你是加收那个骂人的费用。店里没有这个服务价目表上没有，这个是我私底下投接的，对，价目表上没有。哦，你们店里面的电讯是叫我们要尊重、友善的对待客人，要有礼貌，要微笑接客这样子。所以你会笑着跟他说：“你觉得呢？”对，我会笑着跟他说：“你觉得呢？”太好了。然后会语调上扬、轻柔版微笑问：“你觉得呢？”好，希望他有想听吗？想听语调上扬、轻柔版吗？1000块。我想说这么好哦，是要先收钱才有。1000块。对，这个要多收费，不然你留着，你之后那个会员限定的时候可以有。那太好了，那太好了，请大家老实。毕竟这个有表演成分在，这一定有吧？好，那所以有要宣传，就是以后可能会有那个1000块可以有语调上扬版，对吧？对，真的就宣传这个。这可
可能是其中之一，好不好？那如果喜欢就是时尚文化的，喜欢穿搭的，或者是有想要学穿搭的，有想要学彩妆小技巧的，可以追踪我，订阅我的频道。虽然现在还什么都没有，毕竟还在准备中。对，请大家那拭目以待。太好了，我们的频道有放在那叫什么标题跟资讯栏都可以找到刘安的频道。好耶，谢谢我蛇，一定要再请大家去多多关注，然后逼他赶快出道，谢谢。已经在准备了，不要再催了。好，不好意思，都我，每次都我。又你，对，又你。好，那我们就稀里糊涂的跟大家说再见嘛，那就跟大家说好的，大家再见。就这样吗？大家晚安。好，大家晚安。大家晚安。如果听不够的话，就是也没有办法，那是你们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天哪，这是你的口头禅吗？不是我的口头禅，那我最近很喜欢这样用。就像我最近很喜欢说没有啦。没错。好喂。毕竟千错万错都是